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阿明张伟明。咱看到去年哦，这个冬瓜以来，咱看到讲拢无风台，咱嘛看讲即阵中部、南部拢欠水、欠雨、欠甲啦吼。台湾面对着56冬以来上大这个可患危机，咱嘛讲哦，这个欠雨佮欠水，政府要安怎来解决这款这个危机咧？现主席咱看到讲哦，这个政府开放部分的这个所在来去挖井啦吼，设一个区域的这个线管，伫南寮嘛设立讲海水淡化，这个措施吼，来对抗咱讲哦，这个上大的可患危机。但是咧，另外一方面，咱就搁爱来思考啥？水资源长期的这个调配，也是讲吼，爱用什么步吼，才会当完全来合法利用呢？袂当只求讲哇，这个风台来吼，带来真侪这个雨水啦，哈，是讲这个梅霜雨这个雨水，其实咱讲会当透过这回吼上大的这个危机，大家合法过来一遍思考啦。尤其这回这个欠水欠甲是讲哇，可能会升等上咱的高科技产业啦吼，这个产能，咱讲吼这个护国新山、台积电吼，可能产量会受到这个欠水这影响，伫咧冷却这部分，可能会有一寡这个部分吼，会互这个晶片啦吼，无法度有这个好好的这个产量吼。但是咱看到讲经济部长挂保证哦，伊会确保咱讲这个晶片供应是这个无问题啦吼。另外，咱嘛讲到用水，去年有部分的这地区吼，牵涉到农业这部分，灌溉是讲停止耕作这部分哦，已经甲今年安尼合起来。差不多100亿啊！咱讲吼，这个水资源作业的这基金已经变红字啦吼。啊，咱讲总的来看，咱讲哦，70%这个是农业的用水，10%是工业的用水。20%咧是咱民生的这个用水啦吼，其实咱讲吼，这农业用水接7成这尔济，咱讲水资源有到底好好来利用还是无啦？另外咱嘛讲到前5派这个用水大雨吼，占咱讲全台41%这个自来水吼，不管是咱讲工业好、民生也好啦，还是讲农业，咱讲吼规个拢爱做通盘的调整。另外，佫讲到这个水的计价吼，比各国来讲吼，真正是俗干那啥咧啦吼，所以咱讲吼，真正透过咱讲上大可患危机，到底这个水价到底是毋是来调整？咱做伙来对话。先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前经济部水利署署长，嘛即阵哦是咱的这中兴工厂顾问董事长陈胜贤，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来宾邀请台湾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台湾。第三位来宾邀请护理师陈敦慈，大家好。是啦，咱来讲吼，即阵中部、南部尤其严重，咱看到讲台中即阵吼，可能就是爱供应5天停2天，嘛有即个吼，即个拍算啊，啊，今日伊嘛做一寡即个演练，先做来看。消防水车来啊，消防员救水线将水灌入医疗院所水塔，模拟医疗院所水源供应状况。另外一边也有水车载水将水塔灌好满。加做高地水压不足，就是要确保民生用水无欠。水情严重，就连工地抽来的地下水也要好好利用。基台顶一边是灌水，一边是过滤水，蓄水浓度拢有明显差别。这套就是水利署的移动式净水设备，估计每天会当有5000公升的产水量。3种情景就是模拟大台中地区水情进入第3阶段的应变机制，因为水情继续不乐观。整个水情非常的严重，也因此，如果再不下雨的话，那我想中央对台中市的供水有可能进一步的紧缩哈。那也因此呢，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主要供应大台中地区的水库继续探底，根据水利署的资料，到15早起9点，连溪潭甲德基的蓄水量分别积存13.5%甲8.2%。目前虽然属于第2阶段的柑仔色警示，不过也将要面临分开限水的红色灯号。水利署讲，目前确保民生无欠水是第一重要的代志。陆续的进行了区域的调度的功能，那确实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降雨量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展望未来，距离我们枯水期结束还有相当的这个时间。水利署表示，目标中农业是减压供水，敢是将实施中午停止业力讨论。目前无时间表，供水目标维持伫5月底前，未实施分开限水，不过也是爱请民众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讲哦风调雨顺吼，但是即阵雨都无要来啦吼。咱就看到讲吼，即阵咱看到蔡总统吼，带大家去拜拜啦吼，真正是爱祈求咱讲风调雨顺啦吼。希望这个雨吼紧落来啦吼。但是咱等下透过另外一张这个吼图卡吼，大家知影真正咱即阵咱讲吼，这个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真正拢无雨啦吼。啊，水历史吼，因有一寡这个因应的这个措施吼，自来水减压来供水啦吼，另外减量来供水。另外咧，经济部长王美花伊讲啥？科学园区还是讲工业的这个用水吼，会当伫咧考花期间吼，挖井来去使用吼。咱看到这个新竹科学园区吼，该县水批讲环评不准吼，先来请教这个咱讲前署长啦吼，即阵看到。咱讲56档以来上大的这个考花，但是咱讲上大的危机嘛是另外一层思考。过去咱的这个水资源，长期来讲吼，这个咱讲工业的20%，农业的这个咱讲70%啦吼，民生用水20%啦吼，工业是10%啦吼。徛点伫遮，水资源会当好好来去运用，尤其咱即阵佫讲吼，经济咱讲有护国神山吼，即款的这物件安怎来去运用咧？咱台湾水资源的分配，咱讲真的是真久无调吼。过去当然咱用农业社会，所以农业用水占70%，但是咱拢知影农业用水伊较粗放，吼甚至就是水较济会当过来卖水等等啦，吼。实际上咱这边加入 WTO 之后，咱的农业生产唔免遐尼济，尤其粮食吼。所以这个水资源实际上的分配，爱来做一个检讨啦，吼。尤其咱有一个叫做水足迹，就是讲用水较济，咱就慢生产，咱就对国外来买嘛，吼。所以讲这款的吼，咱来甲算起吼，所以讲这个水农业用水实在爱做一个好来思考吼，就是讲咱农业政策，我到底粮食偌济算啊，吼，我的估计啦，超过50%到60%的水资源都有够啊。啊，剩的水吼，你都移来工业民生吼，咱这工业占10%，民生占20%嘛吼。啊，即摆后边啊是讲即摆缺水，咱停管休耕就莫甲农业用水停管休耕，因停管休耕对农业第一讲是对农业无尊重吼。啊，这个第二就是讲对农产品的影响，第三对整个生态环境都有影响吼。所以讲。咱好这50-60%，和农业好去有效的应用，哦，啊，至于说我其他移过来的工业民生，我也好好来应用，啊，如果万一天候无好，吼，咱就找一寡水资源，就是讲现在水资源不受天候影响，哦，比如说污水处理再使用，会再生水，因为污水就是最好水资源就对了，啊，过来讲迄个海淡水，哦，海淡，但四周都是海，哦，所以讲利用这样，但是当然它有能源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跟境外再生能源结合，啊，会最有效的应用，后边吼这工业。吼，由于较大型的用电较济，吼，事实上你用海淡水也成本对它整个成本加起来也不高，20几块，照讲比起来它还是有很大的竞争力。所以国家慢慢啦爱往这个方向来做水资源的调配。其实这个署长讲真济啦吼，咱讲吼过去70%农业用水的这个部分会当吼好好啊来去检讨一寡啦吼。另外吼一寡这个再生的这个水源的这个使用吼，会当吼这个工业还是讲民生用水的，当较咱讲吼卖遐尔酸长拍算吼，甲水资源搁一概来回收啦吼，这拢是一个做法的这部分吼。但是咱讲吼，这个挖井到底通好使用啊，无使用吼？过去伫咧咱讲吼前2礼拜有真济讨论吼，有人讲挖井吼本地都已经咧做，但是恁讲对土地这个酸长可能造成咱讲地层这个。下陷吼，等等这个情形吼，尤其咱讲吼，水资源这个利用水库干一部分，地下水嘛是占差不多1/3啦吼。1/3的这个使用，今年若是讲吼，大家都去挖井啦吼，挖，明年咱就看讲地层下陷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搁较影响到。委员你安怎看咧？对啦，安尼水源大概是安尼，应该来盘点一下安尼水嘛吼，一些是地面水，一寡是地面水、浮流水个地下水。地下水拢占了我们1/3啦，吼，水库大概就是占满2成安尼尔，剩的大概就是落雨水，吼，大概是安尼水。那地下水这件代志是安尼，过去安尼西部，规个西海岸地层下陷最严重的嘛，吼，迄阵就是开始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应该是因为高铁。高铁大概若开驶到中华分林的时阵，听讲拢爱减速嘛，所以迄阵就是这个代志所以当时政府就开始讲开始爱限制这个挖井这件代志所以迄阵我嘛有去请教迄个李宏远教授，伊讲伊当时有嘛是下足大的决心，甲中华分林遐差不多1000外迄个古井拢甲封掉。但是伊讲即嘛吼，像即道咧欠水，伊嘛是去问遐伊讲，
高铁嘛是嘛是甲讲，即马以早大概地层下陷一年头有6公分，啊，但是这10几年来大概有好下无禁止大概乌高钱这件代志了，大概伊讲即马伊门头嘛是一年差不多嘛是下陷2到3公分，其实这是嘛是按大家拢会拄到的代志啦，就是唔知影对一个。对一天对一个人要拄着尔，所以像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讲地下水到底用个乌钱这件代志，嘛是爱好好啊来思考啦。那其实他们多迄个前水利署长有讲，其实最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浮流水。好，最近大家较有咧想的就是浮流水啊，但是我想要讲的是安尼。工业用水吼，工业用水虽然是占差不多按规个水源的一成。但是其实很多的用水大户，即卖也不要去怪他们，拢讲因用足侪水的，是讲安尼富国神山迄个宝山水库第1名1/3，就是拢因咧用。但是你也知影，因遮人因遮大厂嘛是有咧节水，就讲伊的回流水是已经做到8成外，好啊8成都已经拢有咧做回收水啊。所以卡说安尼工业用水，大家工厂吼政府甲规定落去。大家拢爱你用的水爱做到8%成，拢爱搁做回收回流这样子。我感觉这嘛是一种节水啦，吼，开源节流啦。是。吼，啊免咱开即卖所有的水源啊，但是免咱迄个来遮里免咱先开这的代志吼。啊，他们都讲到农业啦吼，因为我是屏东囡仔，你敢知？一个圳沟吼，通常是安尼，对个一个圳沟来的水吼，差不多一半拢流掉去。OK。流掉去啊，另外的1/4就是大概因日头拢是蒸发掉，所以吼像迄圳沟流迄个产能的，拢剩1/4。OK。吼啊，所以像这个代志是要安怎可以让它的水要能够有更好的利用？我感觉这是有人来思考的。是啊，半点咱的水资源。对，有影啦吼。咱继续来讲到吼，即阵咱讲经济部讲吼，要互长久的水资源建设有一寡这个行动的这个计划吼，10档内吼要增加11栋的这个吼储水的这个量啦吼。啊，咱讲吼会当等于是咱即阵吼3个月这个用水吼，但是咱头拄也讲遐济啦吼，水资源的这个浪费会当用真济这个产出啦吼。有人讲吼地下水吼，即阵来先抽啦，来先冻一下，啊无就是用这个伏流水啦吼，但是伏流水其实嘛是有个这个影响吼。啊，整个来看，咱讲护理师你有啥物建议无？咱讲吼这个政府来去思考一下。其实吼，咱大家吼爱先甲这个水吼水资源好好啊爱惜一下吼。其实吼，咱大家可能无啥知着吼，其实有当时咱漏水一当会当漏掉一个水库，甚至好几个水库的这个量吼。所以其实我常啊都会注意一直。我要困之前吼，我都会特别去听看麦仔咧，有这个水声无？其实咱的漏水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更加爱更加的，这个应该更加小心去注意这件代志吼。为什么我对漏水这件代志感觉是较严重？因为我一个朋友，因倒是咧开迄个美容院吼，啊，结果呢，伊一届吼，伊咧暗时的时阵冲马桶的时阵，伊那个马桶无卡落，好，就是伊会漏水出来，结果一个暗时。4点外钟漏掉一个足大水塔的水，所以咱有这个漏水的问题，应该是爱先处理。漏水的这个问题吼，咱头拄讲到工业，咱讲农业，啊，来讲到这个民生的这个用水吼，厝内底漏水吼，可能真正嘛是一只咱讲吼真严重的这个问题，尤其咱讲线路也是这个管路吼，尤其。真久啊吼，特别爱来去思考啦。另外咱讲吼，这个中南部水情吼，真正欠雨啦。另外南部佫欠水的这个原因是啥？春雨拢弄伫咧这个咱讲吼平地这个所在啦吼，真正这较山区会当去冻水的这个所在，真正无。啊，去年咧洪水期的时阵无风台来报道啦吼，咱嘛讲到吼，这个太平洋的这个高压也好啦吼，低压也好吼，压力这个问题吼，地势咱讲雨要来的时阵吼落袂落，还是讲吼真正是太平洋低压的这个时阵风台是安怎影响，安怎走，也是对菲律宾遐行去都无够来啊啦吼。所以咱讲吼，去年吼就是无风台啦吼，中南部洪水期雨量无够啦吼。虽然即阵的应用措施是啥物，好理解在啦吼，翡翠这个水库，咱看到讲台北市也个吼有逐工吼会当91万吨吼，这个水来去甲外县市啦吼。市长伊安怎讲？伊讲吼。感谢前总统李登辉做这个台北市长的时阵吼，来起这个水库啦吼。另外，这个大台北首都生活圈吼，这个差不多600万人吼用水
无袂问题吼，但是真正有问题吼，绝对毋是新北市、台北市啦吼，有问题是这个中南部这个地区啦吼。继续咱搁请教啦吼，是安那这个风台遐尔影响，但是咱讲会当敢若寄望风台尔吗？这个风台吼，咱过去来个统计吼，一年差不多有3.5个台风会侵台，吼。但是这是过去的统计，去年台风生成很多，但是都无一个到台湾来吼。无要到咱当然，你就是讲，伊太平洋高压是影响，太平洋高压若伤细时吼，伊就往北走。所以去年真侪台风走去日本，日本淹水足严重啊！啊，搁真侪台风走去大陆，大陆淹水嘛足严重。啊，那太平洋高压太强压到南海，啊，都无搁进来台湾，所以太大太小都没有就对了哈。啊，另外就是讲，咱台湾就是咱的降雨分配很不均匀，就是讲风水季吼，像在高雄南部地区，大概90%降在风水季，10%降在枯水季啊。中部跟东部是80%跟20%，所以降雨不均匀，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波斗流急，所以水库纵使盖了之后，然后它的储蓄量也很小的对哈啊，所以咱以北部来讲吼，咱的翡翠水库它盖在北势溪啊，平常时你用南势溪的水就好，所以过去翡翠水库用的水吼真少，3%尔，所以它的水源非常的丰富啊，所以但是过去的新北市的板新地区吼是对这个石门水库来支援，啊，所以伊即摆就改讲对翡翠水库引来，所以伊一天有90万吨的水吼，即摆变翡翠水库来供应，啊，所以讲石门水库的负担就轻了，所以伊即摆都唔免过来，啊，所以即摆石门水库咱个过好水库较济咧，较满咧，啊，所以即摆咱做一个桃园甲新竹有做一个一天会当运20，即摆要做到20万吨的水，安尼这类来支援新竹。安内对当这种区域水资源的调度吼，就可以让我们的北水南调吼，那整个水资源供应会更加有效。是啦吼，咱讲到这个水库吼，真正你若去这个网站一个看，是讲真正实地来去水库看吼，拢是这个可看这情形吼。咱讲沙啊土吼，真正是质感真高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正无水啊，吼拢这个土沙尔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宝山水库吼23.7啦吼，永和山10.2啦吼，另外鲤鱼潭吼13.6，咱看到北河遮甚至是0啦吼，咱看到真正纯土沙尔。咱文水库15.3啦吼，咱讲抑佫有10%，啊，咱看到讲吼，供应着这个新竹科学园区的吼，宝山第1、第2水库吼10.4%，又佫较惊人。另外明德水库吼10.2%，德基水库8.2%吼，日月潭水库41.7%吼。但是咱看到讲日月潭吼，咱讲迄9只水价吼，伊佫浮上来啊吼。咱头拄嘛讲着吼，石门水库抑佫有45.6%啦吼。但是透过这回，咱嘛讲吼，会当吼该清的土沙吼，紧清咧吼，水库会当互伊自这个老年化，互伊佫一届中年化，甚至青年化吼。委员，你安怎来去甲建议讲吼？透过这个青衣的这个部分，咱会当搁做什么？我想要讲的大概是安尼啦吼。最近大概这2年当大概较注意的是国土保育。是。吼，其实森林是水的故乡啦吼，这深山来的拢是水的故乡啊，所以若国土保育有做了好，都无土石流。那要是无土石流，其实安尼水库特别拢淤泥。按规个台湾的迄个水库，即嘛是安尼，1/3内底吼，拢已经1/3拢是淤泥啊。好啊，所以伊的蓄水都无法度当啊欠水欠足济安尼吼。所以其实我是免当正呼吁讲，趁这个时间点啦吼，趁这个时间，因为大家欠水啊，大家开始来思考这个水源的分配嘛吼。啊，这个国土保育这件代志，其实就是要好啊来思考。吼，即个迄个水库的淤沙是要安怎来互伊减少啦？吼，这是一件代志。啊，另外一件代志，我是想讲要讲的讲，安尼水吼，差不多我有讲到，我们水主要是来3部分嘛。吼，水库2成，地下水3成，甲落雨。按明个常寄望讲要落雨啦，当然落雨是这是一件代志。但是安尼应该爱来想讲，安尼水的资源的分配。好，比如说吼，我想要讲的就是讲。那个污水厂，他们都爱的前署长咧讲的吼，就是讲这污水厂其实，按规台湾县的污水厂吼，卡数这个可以再生水来个再利用安尼吼，一缸差不多是140吨啦吼，因为污水厂它一天是280吨嘛，
那经过这个再生水了后，应该一缸应该有140吨。我觉得我感觉这是用个好啊利用的，而且尤其是巴黎污水厂哦，因为伊即卖伊拄啊伫个就是整个那个西海岸的一些高速公路、去高架桥上面去接水管，可以北水南送。好，这是用来处理的，就污水处理厂这件代志，讲好这些再生水到底用来用的吼，所以。其实用个好好来思考这件代志，啊，但是安尼政府我想要讲的吼，过去安尼政府拢无人咧思考这台湾是安尼，水足俗的，电足俗的，好，然后因为电俗，所以就开始来烧煤炭吼，啊，所以 PM2.5就足严重的，所以其实一规个政府这个时阵爱重新来思考，安免个常常吼，老是要吃这些迷幻药，好那。政府若讲没起价，啊老百姓就开始讲，哇，这个不行，这个会涨价的政府。其实一个开始，我想阿伟啊，你就开始咧讲合理的水价，到底是啥物是有一个合理的水价，到底是对？我感觉这道应该要好好来思考啦。好，讲到水价，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咱的水价到底安尼水价实在是足俗的，咱讲吼有分段啦吼，第一段吼，咱讲若是这个厝内底用这个，咱讲逐个月去抄表的吼，1度甲10度的吼，1度才收你7.35吼，大家若是想讲这个1度水到底是偌济，吼，你讲一罐吼，咱讲华记的保特瓶吼。600吼米了吼，安尼去甲算1666罐哦，吼，差不多是200外公升的这个水吼，才是1度吼，你会用较济。咱讲1度才收你7.35块，啊，你一罐水偌济？你去买较俗的10块，吼，你安尼去甲算，就想讲咱的水偌俗，这是咱讲这个一段用水哦。第二段吼，你若是用11度甲30度的水吼。1度嘛，才收你9.45啦吼，啊，31度甲50度是第三大用水11.55啦吼，若是51度以上吼12.075啦吼，安尼个算起来，第四段这个水嘛差不多6000块，逐个月6000块，有俗啊无俗？咱人讲吼，这个是咱讲吼民生的这个用水啦吼，啊，其实这个工业用水佫有另外一种算法啦吼，啊，真正咱的这个水价是俗甲那啥物咧吼，所以咱讲全世界第二俗，全世界第二俗啦吼，所以透过这回吼，真正这个水的介绍吼，会当过起来吼，有一个另外一个思考啦吼，咱先请这个护理师吼，咱来讲到这个水价这个部分，尤其是算咱讲民生的用水就好啦吼，恁一个月吼厝内底用偌济水？其实阮兜的水吼，用了，伊在讲这是以早是即嘛啦吼，当然以早是较关于林讲医师是定下处理石油机啊，石油机的时阵是有一个那水的设备是，嘿是，但是阮的水就是一定有回收跟利用，回收跟利用吼。像即马有一寡人伊会用一寡迄个纯水机。但是纯水机唔是讲你水过，伊拢总造这个纯水互你，其实有一寡大部分会拍生去，所以吼你若有转纯水机，一定要会记你，你迄个水爱搁摕倒来用，吼，因为伊就是自来水，伊无毒。很多人就感觉讲，这敢是水是垃圾的水，唔是，伊就是你的自来水吼。那其实你就是水真俗，所以呢，你用起来你有当时感觉无啥物感觉，因为我可能是干那几百块，所以。尤其是2个月较几百块，所以你就无啥感觉。但是即摆阮因为无咧洗油机啊，所以呢，即摆阮的水是用了真少的。搁较少啦吼，所以咱看着讲，所以几百块，所以有个人去纳这2个月可能几百块，你可能无啥感觉对。有影吼，这个阮厝里吼，这个2个人还是3个人咧住吼，差不多嘛是安尼纳400外块啦吼，差不多是第一段这个用水尔吼，所以有当时啊，哇，可能感觉起来。就无迄个，咱讲真正用水真省长，但是有诶吼照冲照老吼，省水的撇步咱搁申请这个护理师啦吼，真侪种会当省水啦吼。第一点吼，咱先爱注意处理，千万唔好漏水啦吼。为什么你漏水吼？对这个，我就讲吼，就是你感觉无啥吼，几点钟可能漏掉一个大水塔的水吼。啊，所以呢，咱先注意处理有漏水无吼。有当时我行伫遐路里吼，看迄个
马路上吼，忽然间路边的水缸拢咧遇嘿，到。你冒水，我一定会打电话给里长讲，你家里漏水，拜托你紧处理一下吼。其实你去看到伊漏出来，已经拢是足多啊吼，所以要做有漏水嘛吼。啊，第二点是啥呢吼？第二点就是你爱尽量吼，知影你用的水是偌济，啊尽量会当甲伊省起来吼。像咱第一，咱尽量莫用迄个盆浴，莫用迄个直接水一开开吼，迄个水一下就冲出来。所以咱会尽量会当用一寡省水的物件吼，像即马这拢有啦吼，什么省水的即个洗衫机啦，省水的即个什么马桶啦，省水的啥，其实你小可加即个物件，拢袂有伤济的负担吼。啊，你看吼，即咱来当尽量哦，尤其即马吼，我感觉尽量是莫用迄个水，迄个水管直接去遐洗车吼，因为这是。种浪费水的，用漆的就用漆的就会使啊吼。啊，你怎样处理吼？会当你要用烧水进前，你会当先开水，吼，迄冷水吼，甲伊存下来吼。但是吼，因为即马大家吼，有可能有一寡所在会停水，我感觉有当时要停水的时阵，咱会欠足侪水的吼，啊，结果安尼会浪费。吼，你个欠的水一定爱时间啊，你。即个够用着会好吼，因为政府讲当时会来，通常也一定是当时会来吼，所以莫过度啦嘿，像以前我看足侪人就是讲啊要停水，伊就开始遮坑遮啊到最后遐水都倒下到，迄反而是一种浪费吼。啊，再来吼，就是即个生活上，你洗衣机的水其实会当，吼会当摕来洗涂骹吼。像阮兜的即个洗衫机的水，我第一届的迄有湿润的，我会当来洗涂骹；啊，第二届会当冲清洁，第三届、第四届你甲它存起来，你会当放伫马桶的迄个水箱内底，吼啊，毋好直接用水。倒马桶，安尼会足侪细菌出来，吼！啊，你爱加当迄个水箱内底。啊，上重要吼，洗米吼，你有当时也袂感觉讲足侪。你看洗米一人份，一届就爱用着偌济6公升的水，6000 CC， 其实是真惊人的吼。所以你上好是，你一礼拜要食的米，你就做一届洗洗，啊，甲伊分包，放伫冰箱的冷冻，一届摕一包。啊，洗菜吼。其实是所有菜倒进做伙洗，但是吼洗菜吼，你用流动的清洗，毋是大水，是那像一支滴迄尔粗的水的那个迄个像迄个量就好啊，迄个量就好。但是吼，原来毋好浪费，你会当甲迄个洗菜的迄个盆子，甲一边顶药管，啊，另外遐个边仔个放一个即个水盆，会当去接遮的水。啊，这种会当重复的去使用它，吼，啊，你会当像洗米的水，你佫会当摕来压花，吼，啊，会当摕来洗碗，这拢会使的。你都爱甲你的水一直甲用了，一滴水爱用甲上大的即个限度，安尼这是上重要的。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是咱经济部水利署所做吼嘛，是共款吼。大吼省水好习惯吼，即阵吼莫去即个洗车吼用漆的啦吼。啊，咱讲吼烧水，咱讲吼真正咧寒人的即个时阵，吼即个冲要烧水吼，啊等即个冷水吼提起了后，再冷水先甲即个吼甲伊缀起来啦吼。另外吼洗手的时阵，若是要入泡的时阵，咱讲都爱禁掉的吼。啊有即阵吼有一寡是感应吼，所以无即个问题啦吼。啊是用即个面桶吼去舀水来去洗面吼，省水当省7公升啦吼。啊，咧洗喙的时阵吼，当用即个吼落喙的即个蚵仔啦吼，另外会当省水5公升哦。另外咧吼，咱唔免浸啦吼，逐工唔免安尼吼去即个乌虎咯吼，唔免安尼啦吼，用安尼呛的就好，会当省水55公升吼。2段式的即个冲水吼，咱看到讲吼有真济，咱讲马桶好，啊真济即个设备吼，拢有2段式的。吼，你若是放大的放细吼，拢有即个分级啦吼。另外洗衫用着省水的即个流程吼，省水会当15公升吼，啊用即个水槽来去洗菜，啊另外咧用即个洗菜洗米的即个水来去压花啦吼。啊真侪人伫咧网络问讲吼，我即马欠水欠到安尼，啊有一寡即个所在也是较湿啦吼，即个咱华语讲除湿机带水到底会当去用无？其实吼，除湿机的水吼，一定爱老都爱用，你会当加伫遐迄个马桶的、迄个马桶的迄个冲马桶就好。对，啊，买当摕来涂
拖涂骹，吼，因为你的迄个水箱也有7清澈，其实迄水是清澈的，哦，所以你会当摕来切涂骹啦、切物件拢会使一个。是啦，吼，所以这个水吼资源拢爱好好啊来做一寡这个利用啦吼。咱继续要先搁带大家来去看吼，因为咱讲今仔日吼是这个2月初3啦，咱讲石门水库遮吼，咱讲吼伫咧各地头拢吼，亲像这个顶端讲吼，过去嘛有咧救护啦吼，即阵咱看到讲2月初3嘛办这个石门水库遮妈祖水上出巡来去祈求要落雨啦。咱嘛看到讲吼，头拄仔讲的，这个石门水库水量敢若剩这个46%吼，江水总管量吼真正爱好好来控制，先做来看。石门水库即马有的观光游艇、渔船甲龙浮船活180只，水库抽水量继续下降，冲击渔船掠鱼甲游艇观光业。义顺传统，当年农历2月初3，石门水库举办妈祖水上绕境祈福。今年唔来请来福兴宫妈祖主神坐船游湖，连水中的土地公也来啊！今天呢有28尊，而且我们今天出去的船只有18艘船，也是破我们以往游湖所有的船只的数量。祈求上天能够天降甘霖，至于我们雨水，能保护我们的一些渔民跟一些游艇业者。天气真好，景色真水，绕境水库祈福信众甲游客舟船随行，一路免费。过程唔来当看到香柳树，也阁有通出来水面的梦幻草皮甲水中土地公庙。除了祈求天降甘霖，也少出宣传石门水库游湖观光。目前石门水库的水位是229.3哈，那蓄水量是9000万吨，差不多46%了哈，所以看起来相对稳定。北水局表示，目前跳水量46%，比去年同期差不多。根据气象局预报，短期内明显落雨机会无大，也毋过有少少方面。汤圆水情采取每日133万吨出水总量管制，并且联动式以落雨降水，一期水调足，供管无问题。公共用水到6月也会当满足。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讲到吼，即张图啦吼，经济部水利署吼因应这个措施，咱讲吼真正有人工吼增加雨的这个部分吼，用这个化学这个部分来去做一寡这个药剂吼，增加落雨的这个量吼，还是讲吼水质也好，还是讲吼大家去挖井啦吼，水资源这个调度，咱头拄嘛讲到桃园资源新德的这个吼讲啦吼，逐日吼差不多20万吨，啊新德南寮才有一个海水的这个淡化厂，逐日是差不多1.3万吨吼，啊水资源回收中心吼，新北桃园。这个新德苗栗遮吼有6组的这个移动式的这个净水的设备啦吼，逐日会当供应差不多9000吨啦吼。另外咧，节流的这个部分就是减压供水啦吼，还是讲吼减量供水。啊，咱讲离峰的这个时间，还是讲特定的时间爱减压啦吼。另外咧，嘛是讲非工业大雨的这个用水户啦吼。若是无急用水吼，减量供水20%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水价这个部分是民生的这个部分吼，若是工业的这个部分，咱头拄讲吼，对着咱讲，比如讲台积电来讲吼，因会当用到这个海水淡化这个部分，差不多20块吼一度啦吼。但是即阵咱来讲吼，电价吼，这个水价啦吼，若是要做一寡吼通盘的调整，咱讲水价安怎吼来去设，有一寡这个公式来去设定无？咱继续请教署长。过去吼。咱嘛是想要推动这个再生水，是，好，尤其它就是污水处理，我3级处理完都是跟普通的自来水差不多啦。是，结果要互人用的时阵吼，人就嫌讲水价伤贵，每盒伊甘愿用自来水，吼，啊，所以你都爱改每盒讲啊，无你遮甲你管一下吼，啊，你的水互别人用，啊，我再生水互你用吼。是，啊，第二吼，迄阵啊，竹科我咧做署长的时嘛，讲咱来起一个海淡厂。到尾啊，要讲好的是，伊嘛讲伤贵，伊甘愿用自来水的10块银就对了。OK。啊，实际上，今麦这个时机就是讲，因为你天后的一场气候发生以后，你要慢慢的台湾要走向不受天候影响的。你有萝卜，我无影响哦，尤其是迄个我们现在不管是这个中美贸易战有些回流的，你大区域的这些固定式的工业区。事实上，慢慢啦，你都爱用再生水，或者是用海水淡化，那它的价格会高。
但是伊的计效，你讲跟国外比起来，一道水是大概要是俗，对它整个生产成本讲起来也是便宜。所以你慢慢啦，哎，用对家去啊，煮来水你都好用，一般呢来使用。所以这样水资源的调配就会更加的好。尤其我在整个缺水的时候，我也不要再去调度农业用水，我农业用水个尊重，会当对生态有个保护。慢慢啦，来行个这条路去就对了。所以咱讲这是政策爱配合，咱讲吼有一寡立法头顶可能爱去设一寡目标伫咧吼，才会咱讲工厂也好，工厂也好去遵循吼。委员有啥物看法？这我今日有去请教迄个李宏源教授啦，吼，伊就甲我提供讲啊，李冠英爱设很多的立法啦，吼，一寡再生水、再生水的一寡水资源的发展条例，吼啊，我感觉这是可能一部分按慢慢来按用的来进行的，但是一部分吼，我感觉谈拄啊，迄个署长讲的嘛是有道理，就讲按的水就伤俗嘛，吼像台北市即嘛，其实平均水价才11.56，规个台水即嘛是12块，但是伊的再生水成本得20-30块啊，所以无人会去做这个代志嘛。所以爱规定，而且台水淡化，伊就是伊成本就是35块，加上这专管要送去到迄个不管工厂要送到对，大家所以就讲啊，我得用水来水就好啊。所以我他们都要讲的讲，其实我们不可以政府一直教老百姓哦吃迷幻药，应该认真来面对这个问题。好，卡叔其实这是安尼，这是节水产业嘛，吼，其实你。想看嘛，想讲以色列，它的滴灌技术那么好，其实按即马足侪农业的滴灌技术，吼，迄讲拢是对以色列进口。卡苏安若无想要来认真来发展安的节水产业，其实按得别发按，我们就没有去想下一步。是啊，其实所有的源头都是来自什么？我按的水价伤俗嘛。水价伤俗，规个政府的开始袂去想啊，像即个讲要起雨。我想讲起雨啊，大家就想讲会拄着啊，赶快下一场雨啊，后盖毋拄着我就好啊。哦，政府拢是用迄种心态咧没有求神就好啊，求神就好啊，你免伊求神跋杯就好啊，讲啊后盖莫拄着，莫我去拄着就好啊，莫袂遮衰安尼吼，袂遐衰无伫我年代啊，但是将来拢无人讲认真。我想讲苏定应该在任的时候，我也相信也是安尼，足侪政府过去。都没有下定决心，后面来好好啊来改善按这水的资源，源头的是按的水真正是伤俗，可是太便宜了啊，就没有好好要去思考，所以做这产业的无法得成，像讲这些那个污水厂的一些再生水，好，其实这些都可以用的，好啊，基本上因为伤俗啊，所以也成本伤贵，所以人都不爱用嘛，啊，但是卡苏按政府若有决心要做，按着对。在用水大户来开始来决定，伊讲你的回收水，你用工厂用的回收，爱降多少比例，好啊，我就补助你，好啊，就达到80%，其实你的工业用水的升一半。如果每一个工厂的回收水可以达到80%的话，再来就是它为了达到这个80%，它很多的在节水的产业，伊的慢慢技术的变化，然后当它量产的时候，像讲。海水淡化即马成本爱35块嘛，加上这灌水可能爱40块，但是当伊量大开的时阵，大家工厂拢来用的时阵，我相信伊的成本就降落来。成本降落来了后啊，其实规个政府嘛是扶持了另外一个节水产业的产生，所以安尼产业倒有另外一个讲阿帕过啦，讲再生的一个部分。啊无即马在。我感觉安尼政府大概拢叫大家要祈雨，大家求天拜拜就好啊。其实吼，咱讲到吼，真侪这个水的这个部分来去这个使用吼，再生的这个水吼，头拄啊这个署长嘛讲到吼，啊委员嘛讲到，咱这个吼护理师嘛讲到，咱讲吼这个再生的这个水会当安怎去改？头拄啊吼署长佫讲到吼，8里遮吼这个污水的这个吼处理厂，伊是这个1级的这个部分吼，咱讲吼，若是佮咧处理甲吼3级，就是会当用到这个。民生的这个部分吼，咱阁请教这个署长一下吼，就是讲吼，这个处理厂这个部分，也是讲海水淡化，即阵咱嘛看到讲新竹燃料嘛，敢若一做啦吼，啊伊这嘛是临时临要去甲起好，去甲做伫遐啦吼。长期来讲啦吼，亲像海水这个运用，也是讲再生水的这个部分吼，污水的这个处理厂，爱阁起无？
迄个再生水哈，有一个特色，伊就是它一定要用专管，不能跟身体接触。哦。所以你若讲像迄个巴黎污水处理厂，一缸会当处理到120万吨，足济。但是它的供水区又很分散。OK。所以过去迄阵啊，冇咧想讲，我把它3级处理完是要送去倒，每一个拢来专管，地点拢无共。是。好所以它只能说，我有污水处理厂的地方，我把它3级处理，看附近有工业区无？我媒合或者是指定他就要用我的污水处理厂，然后送过去，价钱贵，但是我在用水计划的时候，都要求你讲，你要用我的水，钱较贵，你来，要不你就袂使设厂。那至于海水淡化它可以进入自来水的系统里面，所以它比较没有管线的问题，但是它的水源是海水，所以它还是要设在海边，处理完就进到自来水的系统来，那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讲，伊很耗电，你想讲这届迄个燃料，咱新竹燃料渔场做1.3万吨的海水淡化，迄是移动式的，伊一缸用电来用6万度电，6万度，生产1度水都爱差不多4到5度的电就对了，所以因为伊是为了快，马上出厂。所以他就没有考虑到整个供水量、供水效率，还有节能减碳。但是你后边来想讲，大的工业区，固定要用的，那种比如说一天生产20万吨，你像今麦新加坡一缸生产26万吨的海淡水，以色列一缸生产个46万吨的海淡水，那一种，那你就必须要考虑用电。所以真侪世界各国都是甲近排再生能源结合在一起。你像讲沙特阿拉伯，伊就甲这个太阳能结合在一起。澳洲的 Perth， 伊就用迄个整个那个离岸风电来结合在一起。所以咱这边的能源转型，尤其是很多再生能源，它不稳定，它有高有低，不能做基载，所以配合这一个。来把我们的海淡厂盖起来，那也会把成本降下来。所以讲工业区我的规定，我家要设工业区，规个拢要用海淡水。然后当然你在风水季，我不一定用电来消耗了，无搞的时我就是用这个污水季，我就海淡水，而且是用再生能源来处理。那这样整个能源的也可以消风添谷的些能源，我管的不到用，我得来添谷。然后整个水资源的应用会更加有效，不受天候影响。所以其实现在的技术上都已经可行。台湾慢慢啦，有一些特殊的地方，立马现在走到这一条不受降雨影响的这种水资源。是啦，莫受到咱讲风台，还是讲无落雨，都影响到这个产业工业区内底，还是讲伫咧海边即这个部分安怎海水去甲抽，安怎互伊这个离化有一个咱讲经济这个产业链，还是讲工业，还是用水用电的这个产业链，拢是真必要的继续咱过来看这张图啦头拄咱讲到是工业这部分，做农的，还是讲这个民生的这用水安怎去讲啦咱头拄讲到亲像苗栗遮这个饲这个虾拢变做大呀，拍大去另外台中遮咱头拄嘛讲到供应5天停2天这个限水的这个演练。彰化咧种稻啊，遮水量少，都无法度来去甲填啦另外高雄遮3月13已经进入第2阶段这个轮界啦轮灌美浓遮这个西仔头水圳遮强势停势专门来去节省着农业的用水。咱头拄嘛讲到一波潭遮为着要供应彰化分林1期稻啊这个咱讲这个存水的这个量无到60%到遮水价拢已经走出来。中南部这个消防单位嘛真赶紧啦真紧张，伊讲清明扫墓的时、备墓的时阵可能这个火拍火的这个部分会增加啦所以救灾用水嘛真吃力啦所以咱继续搁请教护理师啦咱头拄也讲到工业的用水有一寡这个部分，咱头拄嘛讲到民生用水会当来去安怎来减啦头拄咱嘛讲到这个农业的这个部分，头拄署长讲到若是这个会当靠国外运入来的这个部分，也是用水真省长的这种农作物咱都甲国外买啦这款的这个步数，你敢想这个是 OK 的？其实咱有一个就是食物的里程啦其实咱的物件也是爱食咱当地咱用咱当地的物件啦，这是还是。只要这个环保的里程上是上重要，但是我感觉咱的水土保持一定爱真正好好去做啦咱有一寡迄个
高山的所在啊，吼，伊咧种一寡迄个农作物，其实会破坏迄个水土的时阵，其实吼，这拢会影响到咱以后的水库。吼，叫我以前吼去迄个感觉塘有一寡所在，伊也一落雨，路拢会断去。为什么呢？伊种了足侪物件，吼，迄个较浅的，啊，结果呢，迄个土石流落来的时阵，这个水库的这个蓄水量，像委员讲的，敢若剩一撮吼，啊，其实安尼是上重要的。有影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水资源安怎来去利用，还是讲吼，真正风台期啦到啦吼，大家上惊这个土石流啦吼，土石流会影响到咱讲这个水库的这个影响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中南部这个县政府其实嘛有做一寡这个运用吼，兼啊供水也好啦吼，因东港溪吼来甲凤山的这个水库，凤山水库主要是供应工业用水吼，调整到这个每日吼加供应2万吨的民生用水啦吼，台中市府。咱讲吼，这个游泳池可能就要缩短这个营业时间吼，礼拜吼暂停开放1天至2天吼。啊，咱头拄嘛讲到对抗可汗的这个演练吼，3月底进前若是雨量无够55mm啦吼，中部地区供水可能就嘛是同款头拄讲的中午停日啦吼。另外，台北市府则是讲吼，扩大来去支援用水吼，逐日来输送91万吨的这个水到新北。基隆、甲桃园，再甲来桃园的这个石门水库，北水南送甲新竹、甲苗栗啦吼。另外，新北市遮吼板新水厂吼，逐日20万吨的这个水吼，佮支援甲桃园佮支援甲新竹啦吼。咱讲即阵的这个线路，也是这个管路啦吼，敢真正吼会当应付着咱讲吼未来吼这个北水南送这款部分的，咱的这个线路敢真正拢无问题，袂有这个水的这个升腾。咱继续请教署长。这个抗旱，原则上我们是希望到5月梅雨来哈，不要分区供水哈。啊，所以以即卖调度还是为主。所以第一个调度就是对农业用水拢甲停起，包括70个水我甲收转来哈。啊，第二就是讲北水南引，拄则讲的，管线哈。那原来是板新已经做好啊，但是即卖就是桃园甲新竹即卖才完成，所以这条管线是很重要。那你说要再做也来不及了，起码尽量都是安尼，所以透过整个调度，第二个是讲我水量的供应，我慢慢给它减，比如说减10、减20会，这样。然后第3阶段的是讲，我现在备源的水井已经有比如说底下的净水厂来对我的抽起来水用啊，比如在河边的，我就让人家开放净水，透过这样，希望说到5月。能够不要分区供水，所以基本上演练的分区供水，也就是说，万一呢总统叫办是，因为在台湾做过分区供水的，就是大台北地区，民国91年跟民国104年，咱的台北、新北。跟桃园有分区供水过，过去其他地方吼，其实那个管线的系统，你要分区供水要让它迁吼，还是很麻烦。所以你都要事先准备，讲我要切几区啊，怎么轮灌。所以基本就是讲先个切看了，先个试看了，万一需要时过来用，但是最好它是备而不用。OK 啊，准备但是卖用啊。对个，上好是卖用，要不真麻烦。真麻烦啦吼，这个管路、线路可能这个都有问题，也唔知咧。你就是要让它切区，啊，无切的区的。部分你爱个有迄个水车，回每一天要收水啦，你要去晒水啊啥吼，啊，迄个分配，啊是变它轮，啊，它真的能节水的效果最好，那个都要分配好，试过然后再调整，那个效果，那个节水的效果才会出来，人民才不会觉得讲麻烦不方便。是啦吼，真正要经过这个演练啦吼，但是咱忙讲吼，最近吼到底雨是要来也无爱来啦吼，咱看到讲吼，最近有几啊张图啦吼，就是讲吼，这个是咱讲南部啦吼，咱讲中部南部是欠水，咱看到讲今日拜1吼，拜1甲拜5拢也是好天气啦吼，啊，甲这个日4的时阵，咱看到讲啊，咱讲3月2啦，可能这个。礼拜的时阵，嘛是也无落雨啦吼，这是南部的这个部分。另外咧，这是北部的部分吼，雨也是落伫咧北部啦吼。所以咱真正吼，爱忙嘛是爱求一下吼，雨紧落伫这个欠雨欠水的这个所在。咱看到讲北部的地区吼，拜6吼礼拜拢是有雨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看到这是北部，啊中部咧，哇，拢是好天气吼。所以真正有当时啊，雨就是无要来，方面的这个影响吼。所以咱讲真正。该省水的，就爱省水啊吼，所以咱看到有这个部分啦吼。另外，搁要带观众朋友，搁登来看到讲啦，吼，咱头拄吼欠水危机吼如何来解啦吼？咱看到同款是民众党的这个委员吼，同款是讲水价合理化啦吼，就是咱头拄有讨论的。咱头拄讲到
用水的大户5趴吼，咱头拄讲台积电也好啦吼，联电吼，中光啦吼，等等的吼，拢是用到41%的水量。吼，因为这个水钱吼，合敢有合理啦吼，因为水量是用到咱讲全台湾41%的这个水量。另外，前内政部长李鸿源伊讲啥？解决产业用水的这个困境，吼，上会当做的就是这个污水，搁再回收，搁再利用。头拄咱嘛讲到吼，亲像8里吼，伊是做第1级的这个吼污水的这个处理，另外搁有第2级、第3级啦吼。但是咱讲吼，这个第1级咧做处理的时阵，伊的这个线路、管路吼，搁爱做另外一款的这个分配啦吼。另外吼，第3级的才会当吼，真正是民生的甲自来水差不多共款的这个用水的这个模式啦吼。所以污水处理厂吼，差不多2年至3年，都当将水吼无用地啊，控制吼问题啦吼，搁会当趁钱，就是咱讲的循环经济啦吼。另外吼，污井吼储水的这个可能性，头拄咱嘛讲到。污水吼来去储水，可能嘛造成咱讲地层下陷这款的这个问题啦吼。所以咱讲桃园新竹这个管路线路，新竹海，咱讲哦这个南寮这海水淡化厂，也是讲控可换的这个水井吼，3大闭源调度同时阵来进行吼。但是咱讲这个部分也是咱讲诶动力尔吼，毋是长久的这个办法啦吼。啊，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吼，伊嘛做过这个新北市市长啦吼，伊讲吼。依照咱讲 California San Jose 因的这个做法吼，会当改善农业灌溉系统吼，效率会当省15%用水啦吼。继续搁请教委员吼，咱头拄讲到，真正是会动的尔吼，毋是长久之久啦吼。咱头拄嘛讲到水价也是讲循环经济啦吼。伫咧立法上头拄咱嘛有讲到吼，啊，若是讲真正实际了去做，拄到的困难佫是啥物咧？民众无要互你起电价啦，水价啦吼。民众无要你起价啦，我差不多1、2礼拜前吼去南投的迄个地园咧，已经3个月无落雨啊。是。啊，但是春天到啊，因的春地要出来，啊，迄燕仔开始发芽的时阵，伊甲我讲，假使若即阵春雨若无落来，因今年的春地就发了袂好。是。我就甲问讲，啊，迄用水假使若要起价，你哪安那？老百姓讲，迄是政府的代志啊。吼，所以讲到起价这件代志，但是吼，我是讲吼，伫这时阵嘛是爱修法啦，吼，爱修什么法，这可能得爱去考虑。但是安尼政府应该好啊来对这个时阵拄啊欠水，我感觉是爱好啊来沟通安尼民众。吼，用水的资源的分配，这是爱。纳钱的吼，水资源一定爱纳钱，因为吼，其实按已经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极端气候，吼，有当时咱台湾已经毋是一个足够规年透当足够落雨的一个所在啊嘛，吼，有当时落雨落足济，像讲一年用得到3300多mm，但是伊若无落雨的时阵，像顶年甲今年安尼，而且佫落着不应该落的时阵，控旱旱水的时阵，伊无要落，啊，像迄宜兰。哇！迄年底、顶年底12月，拢无看到日头，拢无看到日头，落几个月吼啊！所以这个代志就是讲，对老百姓的教育，就是来讲，已经是台湾进入一个极端气候吼。那极端气候的情况之下，按对水的资源爱重新来审视。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时阵啦吼。安尼政府忙讲啊，我其余拜托后干过去的拢无我的代志啊安尼。其实要怎么样去调度这些水吼，我感觉是爱赶快嘛吼。公开透明，那资讯对等。有当时啊，就是讲，到底因像讲老百姓拢讲，啊，迄大厂拢食掉所有的水啊。其实你看，刚刚我们分配讲，农业是用了7成，嘿，只工业才用1成尔。好啊，所以假使像讲合理的讲，按尼农业可能会砍掉2成，就假设说我们有很多了，哦，进入农业了，按假使若剩5成，啊，这2成的水，按爱甲分配去对。但是最重要的讲，重新分配的条件之下，其实有哪是来一个时刻，我是大家呼吁啦吼，合理的水价这件代志，爱政府爱好啊来讨论。是，免个常常吼，大概都是用这种很民粹的，什么水价很低，什么下个月的涨价的委员会，我想电嘛是袂起啦吼，然后再拼命的在烧煤炭，然后再 PM2.5，这个吼，我感觉这个当然民生基本的问题，像刚刚那个护理师讲的。伊是安尼哦，20度以下用水吼，民生的用水，其实政府是甲你保障的，就是这是民生的用水，伊是无起价。但是用水大户所谓的用水大户是50度以上的，吼，应该是爱好来思考。安那但是一个合理的水价，这件代志爱大家爱好来一来讨论。啊，安尼
水利会啦，吼，还是讲，迄个我安尼经济部，还是讲，其实有我拢无想到，其实污水厂若要做再生水这件代志是安尼引荐署，哦，所以你看足侪部门的拢应该是爱好啊坐落来，好啊来讨论这件代志。安尼每个部门的垂直整合拢足差的嘛。哦，经济部无咧管农委会，农委会讲水利署迄个毋是我管得到的。营建署的迄个污水的迄个回收厂的重建，伊就讲这又他又不讨论。哦，所以其实这件代志，我感觉这嘛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啦。欠水的时阵，安尼好啊来讨论，到底是什么叫做合理的水价？是，所以合理的水价啦，咱头拄嘛讲着吼，一度水吼差不多是1666罐吼，270公升哦。你买一罐矿泉水都要15块去10块。对，所以咱讲吼，真正即个若是用安尼比吼，观众朋友上好去理解啦吼，就是讲咱即马水价真正有够俗的俗吼，1666罐吼，互你啉甲即个吼，真正挡袂掉啊吼。所以咱讲吼，用水真正好好来去思考一下吼，除了咱讲合理的即个水价，5%吼41。咱讲吼5%的这个用水大户吼，占41%的这个水啦吼，咱讲吼6000块，差不多6000块的这个水量，哦，这个水钱啦吼，所以咱若讲吼合理的水价来去做一寡调整，可能因就袂用遐尔酸长去啦吼。另外咱就讲吼，真正若是亲像这个挖井也好啦，还是讲吼控旱，咱讲吼伫咧淡水吼，伫海水来去淡化这个部分，吼有影当时阵嘛是咱讲。当然尔，长久吼，这个思考可能就是爱吼，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讲政府吼，来个一届来去思考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吼，自然讲吼，农业70%，会当吼另外来去做一款什么款的这个使用，还是讲吼工业的10%，民生用水的20%吼，自然生活中省水拢会当好好啊来去做一摆通盘来去好好利用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